东市场外的巷弄里，刚完工的厨房是小吃店家的后勤基地。因为很多订购市场没有这样哦，赶不来。边说边赶工，大火上头，竹笋、香菇、柴鱼依序下锅。叶妈妈拿手的鱿鱼羹传承父亲手艺再改良。这是糖，我们都用白砂糖。这是我们祖传的秘方。长米小吃还是有美味坚持，价格涨得凶的阿根廷鱿鱼，大块大块给。这门都烫过的，再放冰箱。哦，切这么大片哦。对，这样才好吃啊，不要太吝啬吧。难怪一天3餐外加宵夜都有公司预定。招牌美食另一位米糕也尝得出这个客家妈妈的坚持。因为他们是长糯米，那是比较黏度没有香味。啊，这个糯米会有香味，不过我们用真人中的和那个水这样煮的真的就不一样。20多斤的糯米饭用手慢慢拌，宁愿费力不用机器，就怕米不成形变麻糬。不要太快的速度，太过速度那糯米给它搅一下就别的皮会烂烂。妈妈的严谨让接手的儿女战战兢兢，共同维护着走了一甲子的老招牌。所以这家店就已经传到第3代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儿女来接手了嘛，对不对？做60年了，第3代了。做力哈，这个没有偷工减料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料很多哦，料很多，很多没偷工减料，不偷工减料。对，这也是一路可以走这么久的原因，对不对？因为客人的嘴是刁的。对。这里原本只卖早餐，但因为客人越来越多，营业时间不断拉长，现在从早上5点要一路到晚上10点了。我这一家人就以接棒的方式，继续为保留老口味、服务老客人，继续忙碌着。料按度无偷工减料，料按度无偷工减料。